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英记，我是英记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，你哋应该不会记得我嘅名嘅。今日是5月节，故说下年应该要做台湾然后5月节有关嘅东西，比如讲骑轮啊，也是看量船比赛啊，无，今年无量船比赛，故说我来做台湾马嘅喏。本而3秒嘅時間啲下背6年嘅地方6年3、2、1，好冇？其實我做出上好，我根本要做乜嘅咧？反正你哋還係做得6年啦，我還係會看。反正呢，根本我要做嘅事情其實就是情景式演講，我來做一個老。5月節有關嘅情景式演講，我冇會再多加講到嘅東西咧，希望等下我師母會送到等下我要落去寫歌嘅，韓國落去揾sản婦然後做到嘅準備。先按鈕。好，我做落嚟，我sản婦揾好咧，韓國我嘅歌嘅未寫好嘅。其實情景式演講是有圖過嘅，就會正經來講係應該會像按樣有圖，然後寫嘅歌嘅寫啲幾片。韓國嗰隻圖其實係彩色嘅，嗰個就寫起來就會像按樣。不過因為根本應該冇嘅。5月節嘅圖，故說就按樣。好，一下我就會來開始我嘅演講了。唔過因為最近有挺久冇講咧，故說可能有條會講到唔好嘅理數，大家看看咧就好咧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第11號，今日我愛講嘅係編號24號嘅圖歌。一年當中有挺多嘅節日，比如講大夜班、過年也係正月班。啲咁多嘅節日地位度，我最好嘅就係5月節。做乜我最好嘅係5月節呢？因為5月節做得特種嘅騎輪爬涼船，還記得當年嘅5月節，我爸都會載我哋落去看嘅爬涼船比賽。不過今年是因為新冠肺炎嘅關係，故所就冇辦法去看爬涼船比賽咧。希望啊！當年嘅爬涼船比賽真鬧熱，當年都啲嘅比賽場上嘅選手係加油加油加油，真鬧熱。韓國到咗動作嘅時節，我哋就會講下騎輪，牙齒動槍。當年我不下其實都會辦嘅騎輪嘅比賽。當年都係我自己得到第1名，真強。除咗騎輪、老爬涼船以外，我哋還會失蹤嘅，尤其係我隻葡萄嘅種嘅，又大又好食。當然，我都想去食當多，不過種係種唔得食太多，因為會肚子痛。韓國今年。又係因為新冠肺炎嘅關係，故所我哋是冇法度做喎。我隻婆佢就有幾個種嘅本我哋食，佢記得我真好食種嘅，故所佢就記得一大箱種嘅本我哋。我一看到幾多種嘅，我就知道真感動，故所我還特別打電話本佢講，喂，隻婆敢請你幾個種誒，真好食呢！佢聽到我嘅聲音，
佮咪真欢喜，就佮就同我讲，喂，孙女啊，要记得注意安全，还个伢做诶物要记得带好来哦。虽然讲啊，今年有2年因为新冠肺炎嘅关系，故说我哋是无法度转网。毋过我哋还是做得用科技来团圆。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欢喜嘅5月节，祝大家5月节快乐！我嘅演讲到呀，俺子些再来了。好，今晡日嘅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下个礼拜呢，我会再过来去讲到诶，然后情景式演讲有关诶东西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晡日嘅影片。我是英子，下个礼拜开放嘅时间8月下晝8點，我記得來哦。還有我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下個禮拜我記得來哦，拜拜。